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咱首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地东海东部铁轨路变形就拆开，预计半年才修理会好，双十甲过年的交通拢会受影响。经已增加46000外例本土病例，有39例死亡。咱买 Novavax 疫苗，明仔载有50万人的到货。咱的友邦瓜地马拉、马绍尔巴拉圭伫咧联合国的大会，呼吁国际停咱参与联合国。顶礼拜日东部大地震了后，铁轨路有真侪所在拢海起，阁有铁路桥崩起，轨道拢变形，尤其是新秀高乱溪桥是害甲上严重。交通部长吴国在就表示，预计要半年才会当修理好势，所以讲刷落来双十假期甲过年的交通恐惊拢会受影响。目前代替是用公路客运来接送本地要坐火车旅客，不过是半点钟才有一班车，这旅客是感觉真无方便。红毛土桥长去铁轨现出，上济刷1公尺远，规排电车条倒的、歪的、长的拢有，规座桥歪高起出。目前有3座等要修理的，尤其是新秀高乱溪桥损害上严重。电车线杆有断损的了、倾斜的，大概有40根，绑钢筋重新灌浆，所以时间要比较长一点。代替花莲站到台东站，因为强烈地动路线全部中断，代替用客运来接驳。准讲班次已经变动调整半点钟到一班，嘛加开直达车。不过旅客也是感觉真无方便，因为甲火车比起来，时间要加真久。平时本来是2个小时、3个小时就可以到啊，那现在变成要5个多小时，我觉得很浪费时间。东部干线影响东台湾的观光，面对线来的双十连续假期，台东旅宿业陆续接到铁订，订房率未满房，落甲剩5成，都惊铁路未通，业绩还会落。如果说火车没有办法复原的话，也希望可以在航空的票价上面，对观光客或者是在地居民做一些补助。业者会这样烦恼，是因为虽然怪手伫个东里车站这个抢修，不过代替这届有3座桥受损。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敢若花莲站到玉里站，也甲富里站到台东站，9月底前会当通车。新秀高乱桥因为受损严重，有18公里无法度通行，可能修好要半年。所以玉里站到富里站也是要靠公车接驳。那安尼，包括双十连假到连春节的运输，可能拢会受影响。很短的一个公路接驳，影响会比较小，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啊，这个6个月时间看能不能缩短。东台湾唯一一条铁路中断，减少上大运量，而且省市的火车即马袂使使用，会当讲交通变真无方便，都惊唔但影响交通，嘛影响到当地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下晡到花东视察地动的灾情，因为进前无听花莲甲台东的县长报告灾情是引起争议，已经回失咧。今日蔡总统当面甲2个县长强调讲，会全力甲地方斗3工重建复原。另外，顶一日湾袂衰朱济买疫苗受到阻挡的风波，蔡总统今日嘛拜访经验法师，感谢朱济便啊台湾有困难都会出面斗3工。我们还是希望长官们能够重视花莲的筛选，能够对于花莲各项道路桥梁以及房舍，还有人民的财产，能够给予全面的协助。刚才县长也有特别交代，我们中央政府会全部的投入。进前花莲台东2位县长不安总统蔡英文伫救灾会议无听取地方的报告灾情，花莲县长市政委把握9日的全国防灾的机会，要求协助重建。蔡英文当场同意，也要求各部会全力协助。亲像花莲5座桥的补强也是重建，蔡英文请交通部建议是毋是使动资灾害准备金。来到玉里高中也支持教育部听取校长的建议，共同来思考是毋是另外找所在来起。这些民宅有哪一些灾损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专案的来处理。除了花莲，蔡英文也到台东视察受灾后方这灾情。台东县长饶庆玲也希望使用空中运输来协助疏解陆上交通的困境。是不是民航局可以加开飞机班次加开飞机班次？如果不行，就是加大运量，因为现在凤林机场应该载客系数也增加了，所以可以从螺旋桨的改成是喷射引擎式的。航空的这个加班或者是飞机的量能加大反正我们拿回去，我们来考虑一下
另外，之前主席基金会讲，采买新冠疫苗过程感受到政府主动，蔡英文也利用中道伫花莲行程有一半时间安排非公开行程拜访证验法师，感谢主席协助救灾。总统也伫面册特别学了讲，每当台湾拄着困难时，拢有主席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台东嘛是咱台湾生产稻米的大产地，这两场地东是互地方的农业设施损害较真严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去勘查的时阵，预估农业损失是超过2亿。针对这个受损的13座民营甲农会牛场，定建的补助60%经费。另外，嘛会调度公牛的仓库，互万当稻仔收成了后有所在通囥。怪兽甲大粒石头挖出来，清除放落土石。金针花季也未结束，通往赤窟山的产业道路也伫抢通。今日地东造成路拢断去，观光客无道入去，农作物运袂出来。2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勘灾，答应讲赶紧来协助修复。约开农会也经反映，3000多公顷的田因为地东时外国起川。因为地震，所以它上下的那个坡度裂开那个部分可能，尤其是农水路又破坏很严重。我们回去就会公告玉里、护理的农民，都符合这样的现今在救助的地区。一个田地拢外国起川，牛场时当做山歪，地东又较真厉害，太空包贴起来的稻切啊拢倒落来，另外放这稻切啊的基座落落来，下面也变形啊。切啊是散甲规头骹拢是，行业者烦恼的是，二期稻作就要在40天了后收成。2期稻子收的时候，仓容会比较不足啦。对此，一路南下勘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切啊放的所在若是无够，会调配这个公牛的仓库来应急。对着另外一个问题，航大的设备的损害，恐惊影响稻米的品质。但主委也讲，在加工设备中间会补助60%，佮加上这个基地的贷款。哇，这都要拆掉了。好了，来管控了。输送带。你要在原地吗？没有，我想在隔壁。好了，在隔壁也比较好了。那你就这样拆跟建可以同时进行啊。据农委会初步估计，这摆强烈地东花莲台东农损超过2亿。另外，关山镇因公是 A、B 厂的重灾区，包含农会甲2间民间的业者，设备倒去变形，总损失上少是7000万。有关议员是转达农民的心情是真紧张也真惊吓，希望总统蔡英文所讲的无希望农民受到损害的话，因讲的到做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9.2国家防灾日，全台湾各地拢在举办地东的防灾演练。因为即马台海局势嘛当咧紧张，台北市做伙举办防空的避难演练。也若是高雄迄边是咧办大海中的演习，互民众了解讲警报咧等的声音是代表什么意思。警铃声日弹，学生赶紧拍落来，用册包保护头壳，随即快速来疏散。9.2国家防灾日，全台湾举行防灾演练，演练2花局势来升悬。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也增加防空避难演练。市长郭文铁再去到邻近国防部的台德高中视察无灾疏散的避难演练。台北市总共大约290间学校进行防灾避难演练，不过议员王志斌批评台北市府防灾敢若像纸上谈兵，应该比较新北边有算来采买防灾套套。对此，郭文铁讲，给予理性务实，内部评估并无采纳套套。你要说送一个钢盔给他，那还差不多啊。那个头套戴着，我们内部评估一下，这个真的炸下来一点保护作用也没有啊，所以。后来基于理性务实科学，就随手可以拿走他的书包。内阁高雄的防灾演习，除了来模仿地震发生当时的紧急避难疏散的演习，也配合行政院海啸情境的设定，发布海啸警报。海啸警报释放，海啸警报释放，请所有民众正常作息，不实施人车管制及疏散避难。完毕。高雄市警察局运用防空警报系统启放海啸警报音符，音符是弹5秒、停5秒，总共是985秒，和市民来熟悉相关的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疫情的消息。今日咱国内是增加46000多例新冠本土病例，有39例死亡。这当中，佫包含一个3岁查某囡仔，是今年第33例囡仔死亡个案。另外，咱买第2批 Novavax 的疫苗有50多万单，是预计明仔到货，上紧月底就会送到各县市。这款疫苗是12岁到18岁青少年嘛会当做。
新冠本土连续2天超过4万例，2拜3新增加46673例本土病例，全台湾医院以新北市上多，一天病例数超过1万例，中当只有107例，死亡是39例，其中年岁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3岁10步囡仔，伊9月16发病，检查阳性确诊，加工互家长发现拍伫面床的无反应，送医急救医院是不治死亡。累积目前儿童的在今年本土的疫情以来，累积的死亡个案数是增加1位，变成33位其中家中死亡的这个个案则是增加1位，变成18位因为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数比顶礼拜3的49000多例下降6%，而且唔只有单一区域下降，北中南东的病例数拢有减少。有专家认为讲，这波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啊，也关心10月上旬边境是唔是有机会提早来解除禁令。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有这个可能性。要先度过高峰，确定趋势向下哈。那现在看起来是有这样子的机会了哈。那所以如果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条件，那这个开放的时程再提前也是有可能的。王必胜强调，疫情至少要观察1礼拜是较明朗，边境放松的配套包含入境总量的管制、签证、禁团令解除等等，也佫有自主防疫相关的方案调整，亲像直接改做0+7也拢伫考虑中。另外，咱国采买第2批 Novavax 疫苗，有价利率会佫再到货50万4千剂，12到18岁青少年也使注射，上近30就使配送到各县市。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美国的股票直直咧落，而且投资人是惊受到美国升息的影响，所以咱台股嘛是对咧青顺顺。今日价强是落124.78点，收伫咧14424块外。汇率的部分，台票换美金是收伫咧31.44块，落9.5仙。外面几片青的青，受到美国4大指数收乌的影响，台北股市早盘到31点开出了后，指数一路走低。盘中伫台积电的带领之下，6个幅度扩大超过100点，中场落124.78点，收伫咧14424.52点，失守14500点的关卡。成交金额是1774亿460万。3不5时的半导体啊、手机、PC notebook 坏消息，而且接下来的可以看到9月、10月的营收都不会太好，这才是真正影响台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到伫全球超级中央银行周的时阵，花旗的市场嘛持续观察，伫起利息以及心理的影响之下，美金强势拖累主要亚洲货币持续落。其中新台票换美金日一盘中捌落6.5分，达到31.416块，搁一届失守31.4块，创下3年的新低。收盘收伫31.44块，落9.5分。面对新台票汇率一直落，工商头人认为讲，唔通互台票变薄的情形，比韩国更较害。台湾是出口的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物价的上涨，对于进口原料的上涨，应该是有负面的。事实上，台票换美金的汇价今年落超过3块，6个幅度达到11.9%。有学者预测，新台票落到明年第1季了后，有可能会回转来。资金的外移利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走贬的趋势可能在今年的第4季跟明年的第1季。之后台币就会回升。叶金华表示，台湾经济有机会伫明年第2季了后改善，会甲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强调咧。而且美国联准会今年几啊届加码起利息了后，明年顶半年应该会放较慢，利差因素有机会袂阁互新台票变薄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顶日来演讲会出兵防卫台湾，让美军甲加拿大海军有2只潜水舰做伙通过台湾海峡，有一款要甲中国讲台湾海峡是公有的，爱中国存在的气味。针对这座航行，咱的国防部是有专程掌握，中国嘛讲因有监控。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出声明，表示美国海军驱逐舰西金斯号和加拿大的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伫9月20联合通过台湾海峡，执行因的任务。这便展现美国还佫有盟邦伙伴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隐忍。这嘛是煞8月28以后1个月内，美国军舰再度来穿过台湾海峡。国防部表示讲，已经有专程咧掌握。那么，通过台湾海峡北齿期间，国军全程掌握我周边海空域相关动态状况均正常。美军嘛证实讲，
伫通过台湾海峡的时阵，有中国的飞行机，还有军舰来出现。共军东部战区随时就来发出声明，表示讲会保持高度警戒，嘛会反制一切的威胁甲呛度，会来捍卫国家的主权，还有领土的完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伫18表示讲，美军会出兵防卫台湾。伫保台轮了后，美国的军舰试刷通过台湾海峡，引起关心。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伫21重申讲，对台湾的政策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大会即阵伫美国的纽约举办，会议当中，咱的3个友邦是出声挺咱。瓜地马拉的总统呼吁国际爱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马绍尔总统是谴责中国伫咧台海军事行动，危害区域的和平。也若是巴拉圭总统是搁再呼吁国际爱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En este sentido, Guatemala insiste en el tema y se suma al clamor mundial para el cese a la guerra en Ucrania y a las amenazas contra la soberanía de Taiwán e Israel. 替台湾讲话真天然，咱友邦瓜地马拉总统贾迈代伫联合国大会辩论头一天演讲，敦促联合国推动改革，确保台湾有权加入并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Para que incluyan dentro de estas reformas el derecho de Taiwán de pertenecer a esta organización y ser reconocida como nación porque se le ha negado por uno de los países permanentes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那瓜地马拉友邦马绍尔总统科布亚发言最后以2分半替台湾抱不平，呼吁联合国接纳台湾，批评联合国秘书处是用瓦克年代第2758号决议的政治解说，嘛谴责中国的军事动作。The 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 condemns the recent military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Taiwan Strait. This has threatened to disrupt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across the globe. 巴拉圭总统阿布多向最近受到地震影响的台湾人民表达慰问，也再次强调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Mi país reitera enfáticamente el apoyo a la solicitud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para ser parte integral del sist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1月就任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发言的时阵无讲到台湾，连续7年无伫联合国大会替咱讲话。另外，国际民航组织3年一遍的大会后礼拜要举行。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各国共同主席，包含欧洲议会在内，拢总30国，142个国会议员联署支持台湾参与。记者综合报道。透过联合国的大会，日本首相菅义伟向甲英国的首相特拉斯认为讲中国即阵是威胁到台海和平，嘛威胁到日本的经济海域，所以决定要合作对抗中国。另外，菅电是表示讲，愿意无条件甲北韩的金正恩见面，解决两国之间人质、核武器甲飞弹的问题。得到水警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向港台准备演讲。联合国大会20伫纽约展开，头一天亚洲国家领袖各自针对无同的议题发表演讲。岸田文雄除了呼吁解决安理会以外，嘛对日本甲北韩的人质、核武甲飞弹的问题表示愿意用2002年签的日条，并且宣言来讨论解决方案。日本は双方の関心事項について対話する準備があります。私自身条件をつけずにキム・ジョンウン委員長と向き合う決意です。另外，岸田佮英国首相特拉斯会谈，特拉斯捌伫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最近对台湾的倡导，认为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地区，所以两名首相嘛决定要共同努力来对抗中国造成的战略威胁。南韩总统尹锡悦除了批评全球各地发生用武力改变状况的行为，呼吁全球爱团结、捍卫自由和平以外，嘛对气候暖化问题提出分享力量技术。ODA를 확대하고 개발도상국의 저탄소 에너지 전환을 도울 것이며 혁신적 녹색 기술을 모든 인류와 공유하기 위해 노력할 것입니다.
那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讲到全球出现地缘政治对立的扩大，加速战略竞争，改变国际政治形势。所以讲到2016年的中菲南海争议解决，这是顶一任总统杜特地捌伫2020年联合国大会讲过，袂当放任的议题。另外，小马可是佮用摕到新冠疫苗的大新顺位，加所谓法定问题，牵制好野国家，造成贫富国家之间无平等发展的状况。高市新闻电视台朋友。乌克兰跟罗西亚战争要拍袂煞，甚至有升温的办势。罗西亚总统普廷今日是发表演说，讲要个动员，目标是要解放顿巴斯地区。这也是战争以来伊头一届发表全国的演说。伊的强硬态度，互外界认为讲是愈来愈有可能的动用核武。Ее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и людей на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считаю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оддерж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частичной мобилизации 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у нас средствами. А те, кто пытаются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нас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роза ветров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и в их сторону. 普廷表示，已经签署现役甲后备军人的军事动员令，明日就随生效。头一批会征调30万的后备军人，确保乌东市的控制区举行公投纳入罗西亚。普廷阁放调讲，会动用一切来捍卫国土的主权。这款讲法，互美国的媒体认为讲，罗西亚是愈来愈有可能的动用核武。乌克兰即阵是一步一步当地甲领土收倒转来，不过一挖较挖罗西亚，也是去互罗西亚占去的城市，是宣布要举行公投，计划要加入罗西亚一部分。乌克兰是表示，这款公投袂当改变任何代志，也若是罗西亚是讲，公投会当互百姓决定家己的命运。对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松、扎波罗热等地要伫9月23到27举行全民公投，来决定是毋是加做俄罗斯的一部分。路透社记者伫这个所在做今仔日的调查访问。Произошел самый настоящий захват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при этом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 нарушение всех возможных позиций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俄罗斯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铺开分离主义势力，直接宣布是毋是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佮呼吁俄国总统普廷公投了后，赶紧将这领土纳入俄罗斯。另外，一个由分离主义控制卢甘斯克，甲由俄罗斯占领赫尔松、扎波罗热地区了后，宣布对立做，这个所在占乌克兰领土差不多15%。Will not change anything. Sorry. The Russians can do whatever they want. It will not change anything.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И вся ныне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они хотят быть хозяевами своей судьбы. 美国白宫对公投决定表示反对，表示莫斯科可能是因为伫战场失利，就按伫这个所在招兵买马。俄罗斯目前摕到顿内茨克60%的领土，伫7月时阵更要摕到全部卢甘斯克。伫这个月伫乌军反击了后，撤出附近的第一大城哈尔科夫，失去这两个所在前线主要补给线的控制权。扎波罗热虽然互俄军控制，不过并无摕到首府。哈尔松也首府是俄罗斯自入侵甲即马为完整占领主要都市。乌克兰已经发起一摆重大反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缅甸的军政府顶日啊，竟然是用直升机空袭学校，造成13个人死亡，这当中佫包含11个囡仔。政府是讲，是有叛军秘密咧学校内底，甲人民当作人质，因才会空袭。遭受攻击的教室规个如苍苍，囡仔的册牌啊、甲课本散喷喷，头壳也有血热。缅甸军方16用直升机空袭西北部石阶省一间伫庙寺内底的学校，造成至少11个学生囡仔，也有2个大人死亡。另外，也有15个人失去联络。军队嘛攻击庄仔头，无愿意徛名的传言是讲，冲突发生了后，军方将大部分的遗体载去11公里外的地点抬起来。另外，也有2000外的村民都离开家园。军政府正式发动攻击，讲根据消息，克钦独立军叛军团体甲民选政府的人民防卫军创伫学校。军政府讲，这个恐怖团体叛军运送军火，佮劫持百姓做人质。缅甸军政府伫2021年2月发动夺权政变，各地的反对势力组成武装团体规定的抗议。学校所在地石阶省常常发生对立的冲突，军政府用暴力镇压各村，也造成闹火反抗的事件真济。
当地人权观察团体估算，超过2300个百姓被杀害。有村民就看到政府军准讲因无杀人，嘛是会继续破坏村镇。因是抄袭，你想外。好甲再无死的村民想到囡仔因为走袂赴惨死，也挡袂牢煞哭出来。联合国缅甸人权专员调查发现，军政府掌权了后，常常传出囡仔互人劫持也是杀害事件。到即马超过25万个囡仔互人掠去，至少380人遭受杀害也是受伤。东南亚国协捌介入超测，不过一直拢无效果。11月，东协要伫金边甲军政府会商，找找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法。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拜一暗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时阵，有一个香港的查甫人伫咧英国驻港的总领事馆外口，用口琴演奏英国的国歌，和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代表歌曲《愿英光归香港》。这个行为是去互警方以行为有杀人的意图掠走，相当可能会去互关3年。英国女王丧礼拜一暗时举行的时阵，这个查甫人伫咧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口，用口琴喷出这条歌《愿英光归香港》。伫现场悼念女王的民众，大家嘛做伙伫咧唱。这条歌是2019年香港街头巷尾同人仔的反送中运动的歌曲。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香港民主抗争受到限制，公开的场合已经无法度听到这条歌。这个43岁姓皮的查甫人，透过悼念英国女王的场合，互这条歌搁出现伫咧街仔路，搁一摆去踏到当局的尾流。了后，伊随着风带去警察车。过两天，警方讲，这个姓皮的男性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做出煽动意图的行为，才会甲伊逮捕。这个法律从1967年了后，就真久无互采用啊。不过2020年搁一届出现，触犯的人上重会当判2年有期徒刑，搁再犯者会当判3年有期徒刑。一个月才打有5个人，因为出版阳春系列的画本，涉嫌甲囡仔教反政府的思想，触犯煽动罪，共判19个月有期徒刑。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大方甲 TBC、甲 NCC 申请要刷频道，要甲55频道对 TVBS 新闻台改做假电视新闻台，引发争议。NCC 今日是强调讲，这个案件无任何政治压力，嘛无特定的立场，会考虑消费者等等的面向来依法审议。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大方甲 TBC， 因为甲 TVBS 委托的代理商中嘉集团协商，双方因为收款费的合理性无共识，协商破局，所以向 NCC 申请移频，希望甲55频道由 TVBS 新闻台换做假电视新闻台，也引起讨论。国民党21再一次举行记者会，反对粗鲁移频变相关台，也甲侵犯言论自由。今天如果系统商递交的申请 ，NCC 要这样子罔顾收视权益，直接同意，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做事的。对这代志 ，NCC 声明全然无任何政治压力，一切依法审议，无特定立场。后续会综合考虑消费者权益、产业特殊者面向做一个审议，也强调为了充分了解消费者收看习惯甲权益，已经函请系统业者所属的县市政府表达意见，也有请系统业者提出补充甲说明。目前这个案子仍在行政程序当中，维持市场的秩序，那也要维护消费者的权利，那多元内容及其他的公共利益的考量来做审酌。重要的还是要尊重我们的收视群，特别是这些所谓的乐听大众的权益。NCC 必须要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让各方里面达到他们基本上的利益上面的和解。学者认为 ，NCC 因为中天案，故以民众长期收看习惯的理由，去年反对反武代替伊电视的频道变动案，即摆面对6、2号 TVBS 的事件，更较爱谨慎审议。
根据了解 ，TVBS 已经拜访 NCC， 正式表达无同意移民。另外，到目前为止，敢若苗栗县甲台中市两个地方政府有回复 NCC 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的陈时中今日是公布教育政见，要让各中小请有教业的老师甲行政人力，让幼稚园的老师免一个人顾遐尼侪囡仔，嘛要打造学英语的环境。不过，国民党团是继续掠马疫苗争议，讲陈时中再去台北地检署议龄啊，搁陈时中渎职。采购合约要真相，陈时中出来面对。国民党团为着疫苗采购的机会，入力到台北地检署，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渎职。本来是说蒋万安要去告的嘛哈，那这到底是谁赌词哈？这个到法院大家还可以签一下真章了哈。其实疫苗这件事情，我们就是由党团来提出告发，那我就是党团的成员啊，所以也代表了我。疫苗案另挂开战，但是中无受影响，照款发表教育政见，提出降低幼稚园师生比例，高中大校强聘多元师资，深化英语环境等等。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嘛提出引述台北做主题，提出2090净零拓牌，分化手转型，佮讲2030年进前要完善集运的路网。几个环段至少要开工进展，因为东环段还在核定，2008年内要盖完机会不大，但是2030年这几个路网要完，所谓的成型。虽然这几天三平陆续提出政见，对防灾、饮食环境、教育等方向碰出巨擘，不过政见以外的事件有关是夜夜杯，比市政基地更较闹热。记者电不离开台北仓报道。这届选举是逼出真侪操实的争议，民进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的博士论文嘛，互怀疑讲是抄的。高虹安昨就开记者会驳回讲，不过伊伫咧记者会顶面讲的话，煞互人认为讲有看轻中华大学夜间部学历的意思，引起中华大学不满。高虹安今日是随回失礼。针对民众党高虹安20开记者会，却出现看轻中华大学夜间部的言论，国民党甲民进党市长参选人表示，台湾的社会每一个人拢应该受到尊重，用读到一间学校来相比拼，实在不适当。他可以批评或质疑个人，但用就读学校还有夜间部来类比，就非常不恰当。学历并不是拿来去歧视别人的，更重要，教育应该是让我们去学习面对问题，面对世界，然后让自己更好。高虹安伫透早透过网络表示，家己的言论造成大家无爽快，要向中华大学道歉。我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的来向大家道歉。我也会很虚心的检讨改进，谢谢大家的建议，对不起。中华大学学生会表示，虽然高虹安已经道歉，不过伊的言论确实引起学生不满。原本10月要邀请高虹安来校演讲，目前还搁再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以特别的案例来去与学生会的干部进行研拟，那以及向学校上级长官来去做讨论。随投票日愈来愈接近，高虹安这届誓言风波对目前新竹市长选举三卡都的局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各阵营拢搁咧观察。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接落来是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的研究案争议。张善政今日是开农委会委托宏基农业电子化科技计划案的说明会，讲到这个案上界重要的关键是伫咧农委会会发函请农委会公开全部的文件。塔马豆、番麦、红仁仁甲香菇，现场摆真侪生产力的农产品，也有3大本研究报告。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21召开农委会委托宏基农业电子化科技计划案的说明会。一个开场就提出迄当阵保密合约条款的内容，讲无保密合约是乌白讲的，嘛讲到这个案上界重要的关键是农委会会发函予农委会公开全部的文件。我们要求农委会公开所有的相关文件，包括当初的这个提案计划书，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呈现整个计划成果的全貌。针对张善政的说明会，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文平表示，今届真大研究案并无接快，已经去互各方质疑真久啊。莫阁想要下提责任，一句有保密条款，或者是讲有啥物考量，都想要安尼准过。
他们都用很便宜行事的方式，那不引述来源，或者说隐瞒了一些部分的资料，或者前后对调，然后就可以当作他们的报告案来向政府请款。气候对手批评讲，莫甲保密条款当作是保命条款。张善政强调讲，是受到政府采购法的限制，那违者可能都要坐监。一直到9月16日，农委会提出报告，认为会当解密才开记者会。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罗香玲虽然肯定张善政徛伫第一线说明，不过讲，就算甲论文的赞助无共款，嘛袂当甲收集的资料直接摕来用，嘛要求农委会应该爱甲预算核销的资料公开，唔通阁乌白做乌。核销的部分相关的费用支用都是农委会可以主动揭示的不需要在这边又人为这个选举的这个打手选举的超级助选员，没有必要。针对拍手的讲法，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回应讲，宏基这3年的研究计划完全无保密的需要，嘛讲到农委会是计划委托单位，嘛是这件代志的受害者。一切照合约的规定，甲相关的流程伫进行，无需要用政治的语言或者是非专业的议题来干扰进行的程序。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府规划伫新港乡去西部头一个青年主体刷楼标，这个消息传出来是互地方真失望。青年发展处就表示，是因为这2年疫情监管不了起价原因，会继续就帮招标。中华县青年主体有定地位在新港乡北家中华区内底，各提用地面积2.12公顷，有计分做4期来推出，敢若袂歹做。头一期兴建户数有189户，有1房到3房各种房型，也规划15间的店面。不过头一期兴建工程以6.7亿招标，20开标结果无达到3间的厂商流标，引发地方民众议论。它的售价会比较便宜因为现在房价一直在涨。对，所以如果有那个青年住宅的话，居住这边的意愿会比较高。那有非常多的乡民来电话询问这个事情。那因为目前有听说，就是在招标的过程中，好像有流标的状况，他们也是非常积极的来继续招商办理台湾西部头一个青年主体，中华县2年前规划起伫新港乡青年发展处讲，2年来受到疫情加管不了起价影响，公共工程普遍歹招标，后续会积极来邀标，有加1礼拜了后，佫就忙来招标。接下来呢，我们会在2度进行上网招标，这样就是顺利招标的话，当然就是马上动工了。那整个工期大概是2年半的一个时间可以完成。即阵中华县社会主体由中央规划，要伫中华市起275户，园林市有180户，分别有定在2024年甲2026年完工。即阵青年主体头一期就算顺利来招标，工期嘛要2年半时间。原定今年底完工的目标确定跳票，有居住需求的民众只有搁在等。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一个医工，今年7月倒手的手骨无注意，就去互机器扭断去，送病院抢救。医疗团队甲伊动11点钟的手术，总算手骨是成功接回来啊！神经、血管、骨头甲筋膜每一个细节拢真注意，目前这个医工的手骨恢复甲真好。中华一名22岁外籍医工，7月底拄到公安意外，倒手的手骨去互工厂的机器规个扭断，一度无喘气，有性命危险，送医急救。医疗团队是开11点钟的手术时间，专程使用显微镜甲器械，重建手骨的神经甲血管，最后是甲断手接倒转去。手术是开放性的骨折，加上很大片积的撕脱伤，所以这个手术其实感染率很高。当天下午1点多，然后开到隔天凌晨1点多这样子，对吧？那最后顺利把这位移工的手臂重建起来。医方表示，这甲常常看到的断手手术无同，不是完整的侧面，是大范围的裂脱伤，而且还佫摕骹部的静脉来重建血管，使用比一般头毛佫较幼的天线，总共是接倒转去3条神经、4条动静脉、骨头、韧带甲肌腱。所有的这些缝线啊，都是很细的。这比头发还细，所以你必须要很精细的器械去做吻合。整个手术的过程，这个吻合血管神经也都是要在显微镜下面去做。医师强调，这是最近10年来上有挑战性的接合手术。这名医工后续佫再经过7届的清创加植皮手术，目前手骨已经会当正常振动，恢复状况真好。未来还佫要观察镜头仔的灵活性。记者台中报道。
来看前一阵消防署伫咧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一场车祸的救援比赛，结果是有来自南北二路14队的消防队来报名参加，大家来互相交流救灾技术。咱台湾人当年因为车意外受伤甲死亡的平均都40万人，所以救灾人员伫车搜救训练就更加重要。但消防署就选伫南投德山的消防训练中心举办车救援挑战比赛，要验证消防人员平常时训练的成果。今年1到5月，总共有15万件的交通事故。那平均每个月会有1245人死亡，受伤的话大概会有19万。那各位就知道这个数字很高，所以我们对消防人的训练会加强车祸救助这一块。那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来做各位的技术交流。比赛时，每一个队伍拢安排不同的状况，而且要伫20分钟内救出一个伤员。规站的过程要顾到指挥团队、现场安全、器材运用，还有伤者送到病院进行的救护工作。每一个救灾人员拢专心投入，展出绝对的专业度。那我们准备的时间大概是从8月到现在。那操作的感受是我们平常操作的难度会比这个更高，所以感觉这个流程我们做起来还真的很快又很顺，然后大家同仁默契都很好。那我们平常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大家集合起来训练，因为我们一收的分队长他就坐报废车，所以我们有捡不完的车子。相信这一次行程我们一定可以有满满的收获。这届参加比赛队伍唔有10队是来自台湾各地消防机关，有民间4队的义消团队，大家汇集来到这互相学习，望透过比赛交流，充实救灾知识，伫灾害现场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一定讲台语的爸爸妈妈要出一本结合故事、音乐甲游戏的囡仔册，望用更较多元的方式，互更较侪家庭有听台语、讲台语的机会。好，过来，这个囡仔嘛足介意的。这是啥物？鸡卵糕。甲台湾出名的点心念出来了后，家己放伫小对应的架仔内底。过来家长陪一阵囡仔伫公园内底耍倒仔椅嘛，做伙唱歌，嘴里念的唱的拢是台语。倒手，洗肉丸，吃手，倒手，洗肉丸。因是台语共学团，耍的唱的拢是因准备要出版的囡仔册内底的内容。伫这个故事内底，就是这只鹿仔，伊是惯势讲台语的，伊毋过伊发现伊即摆伫学校讲台语，其他的人听无吼。到后来咧，伊是拄到一只汉字天才，甲伊鼓励讲，你会晓讲台语，就亲像是你的保照共款哦。鼓励伊讲，你爱甲你的保照挂出来。这阵讲台语的囡仔，因为有共学团的支持，伫学校确实是毋惊甲因的保照挂出来。我伫咧学校吼，老师会晓讲台语，毋过同学拢袂晓讲台语。阮学校台语课个进度伤慢，一年仔时阵，我哋教啥物阿爸阿母再会，我要来去读册。老师教我爱好咧，你好多谢真办咧。本地大家是想要出囡仔歌专辑，后来愈做愈丰富，就变做一本结合故事、音乐甲游戏的囡仔册。伊对歌曲，伊若感觉介意，伊就会介意。伊无一定会讲这是台语的，所以就无要听。所以阮是嘛是想讲透过即个囡仔歌、台语囡仔歌的方式，来互较无机会去接触到台语的囡仔，嘛会当透过囡仔歌来接触到台语。这本册伫网络顶悬集资，目前已经确定会出版啦。共学团希望讲，若募到的资金更较侪，就会使开亲子音乐会加拍 MV， 互更较侪家庭有听台语、讲台语的机会。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报道。高雄屏东的乐队是台湾真完整的客家族落，为着让在地人找回基地嘛，推广客家文化。客委会规划做对自乐展，现场美妙的客家歌谣，充满世代故事录像片，嘛有囡仔创作的艺术作品，要让客家整个形象更加丰富。客家歌手颜志文演唱客家歌曲，让在地居民想起囡仔时代的记忆。这是南花13庄，和应新笔头做对自乐展。要用歌曲甲录像片，甲大众了解客家文化。这个相片是我照的，我照的，所以我不在里边，但是我是在场。看到这个照片哦，会讲的这个时间过得真快了啊！
以前看这个小朋友还那么小，他们现在已经是50几岁的人了。高雄屏东的乐队是台湾真完整的客家族落，这清朝时期来台湾开垦的客家人都生活伫这。迄当时国政啊为着保卫家己的土地，联合编成乐器队伍，演变到即阵才有乐队这个名。倒对这个区域，伫咧北环河的南边，阁互人号做南环13庄。其中倒对的新鼻乡有丰富的水源，所以这回展览当中，有真侪甲水相关的设计。那为什么叫说故事的水？因为水从以前到现在，对我们的长民文化、对客家的祖先、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师生每个人提供1人1句跟水相关的一个语词，然后再透过我们一些在地的素材来创作这个说故事的水。让大家能够重新认识自己对村庄的爱，对这块土地的美。不管你是不是客家族群，只要你来到南安市场庄，你会发现不一样的客庄。这届展览邀请在地时代分享家己甲这块土地故事，嘛找少年世代囡仔做出家己心目中代表乐队的艺术作品，希望世代交流，让乐队的形象更加丰富。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1月就要比世界杯卡球赛，这阵阿根廷的民众已经开始收集官方授权的球员卡，规套是有600多张，爱新台票4300多块。这当中当然是名称球员梅西的卡片上介值钱，即摆有真侪商店都已经卖甲欠货。礼拜8，诺斯爱丽丝这搭公园的市啊，有真侪人，现场伫卖手头提交易的物件，敢一项，就是有印人头图像世足赛球员卡。11月伫要伫卡达举行的卡球赛都还未开始比，不过介意卡球的阿根廷FIBA官方授权的球员卡早都卖甲呛滚，一寡店头花一个高度扫了啊，拢打欠货的故事，逼甲这个爸爸甲3个囡仔，逐工都爱来问球员卡。La escasez de figuritas es muy complicado, no hay por ningún lado. Hay una frustración mía de no poder comprarles a ellos, frustración de ellos de llegar todos los días, che, papá, ¿conseguiste figuritas? Y que no hay, recorro todo el barrio, no hay figuritas. 因为这2日网络甲公园的市啊开始有地下市场，介绍阁起2-3倍，其中阁以超级明星梅西伊的球员卡卖上贵。因为35岁的梅西今年真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代表阿根廷参加世界卡球比赛，所以伊的球员卡上抢市。Una mamá me dijo otro día, ¿sabes lo que está haciendo mi hijo? Está dibujando la figurita para tener la figurita. Dibuja a Messi para decir tengo la de Messi. Y la verdad que es muy lamentable, uno a uno lo hace sentir mal. 伫阿根廷，若是要买这几套600多张世界卡球的球员卡，可能都要开2万披索，差不多是代票4300多块。伫经济真歹，今年通货膨胀已经超过95%的阿根廷来讲，满足囡仔的愿望，对家长来讲是真大负担。不过球员卡制造商发现，阿根廷今年毋但囡仔真卖球员卡，一寡大人嘛伫收，好亲像已经变做全民运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的火山去年9月大爆发，有9000间厝规个乌有起。即马1年已经过去啊，也是有真侪受灾民众有落无厝。不过另外一方面，火山爆发了后，清新独特的风景，嘛互在地带来观光人潮，互这个小岛成做热门的新景点。为空中看落去，一大片火山岩浆打起了后，变成的乌石火山岩，那亲像一只怪兽，为山顶将规片的山拢总吞落去。这是西班牙伫海外领土加拿大群岛其中一个叫做拉帕尔马的岛屿。2021年9月，岛上的火山熊熊爆发，而且连续爆发85天，将近要3个月。岩浆甲真侪民众的厝，佮有学校、教堂甲道路，规个破坏了了。当时有超过6000个民众紧急疏散到其他所在避难。到即马已经1年过去啊，虽然当地政府已经开5亿欧元，差不多157亿台票清理火山岩、重建道路，佮起一寡临时的组合厝，要互灾民来住。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超过1000人无厝通住。敢若会当住伫旅社，也是甲亲戚朋友借所在来住，亲像一个人带3个囡仔的拉提西亚，想到家己的未来，都感觉懵懵渺渺，唔知要安怎。
虽然即马火山已经无阁爆发啦，但是有源会喷一寡有毒的亚素出来，所以附近是禁止人行甲伤晏的。啊，毋过若离火山喷发的所在较远的山区，就是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模样。远远看过去是一片青翠的山林，但是火山爆发以后的火山灰，互涂骹那亲像铺一层乌色的地毯共款，就是这种真特殊的景色，吸引侪观光客来遮佚佗。Es una experiencia diferente, es como pasear por un planeta. Es ist natürlich schrecklich zu sehen, dass hier ganz viel kaputt ist, aber es ist natürlich auch interessant zu sehen, wie aktiv die Erde hier noch ist. 当地饭店甲旅社业者表示，因的房间有9成以上拢已经客满。为着要应付愈来愈侪观光客，航空公司佫加开直飞的航班。当地政府嘛推出优惠的消费措施。一年前的火山爆发是真侪当地民众的噩梦。另外一方面，说互这个小岛变作新的观光点，带动经济的发展。记者甘延年编译。那讲到鹦哥，大家拢会认为讲，因是一款佫巧佫古锥的动物。不过对澳洲雪梨一个小镇的居民来讲，煞是一款大麻烦。因为这寡鹦哥毋但会抢食食，佫会晓本色通找食，或者人甲鸟仔生存是一直无法度和平。伫澳洲雪梨附近，斯坦威尔公园的草坡啊，过来的囡仔当在摕棒也是摕饼，饲这白色的鹦哥。看到鹦哥拢毋惊人，佫食甲真欢喜，真侪人一定会感觉那会食古锥。但是其实对住伫附近的人，尤其是开餐厅、咖啡厅的人来讲，这白色的鹦哥是比鸟鼠佫较互人讨厌。这种白色的鹦哥号做开花红头鹦哥，定地徛伫咖啡厅的厝尾顶，目睭金金看。人客走了后，服务生若是无随甲碗盘收走，后1秒钟就会变成安尼。规个岛顶涂骹拢总无甲二苍苍。Break things and knock things over. Just here at the cafe as well, smash a lot of things, a lot of glass to clean up. 这鹦哥互人上头壳疼的，是因会去现粪扫桶找物件来食。虽然有民众摕石头缀伫粪扫桶的挂顶悬，但是这鹦哥实在太巧啊，竟然会将石头刷走，再佫用喙甲粪扫桶的挂规个掀开。They're getting more intelligent. They're evolving. Yeah, like if you go back like 5-10 years ago, they didn't know how to open bins, so that they're figuring stuff out. 当地居民变甲无法度，只好用锁啊，甲粪扫桶的挂绑起来，甚至甲挂锁起来。甲这鹦哥比看卖到底谁较厉害？但是因为这鹦哥愈来愈巧，无伫较过一阵啊，因就知影要安怎甲绑伫粪扫桶挂的锁啊扭开。当地的居民若是无法度找到甲这鹦哥和平共存的方法，这场人类甲鸟仔之间的大战，看起来还会继续战落去。记者甘延年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21度到33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外岛地区25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